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3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境外364个本土病例，到正回归的部分有219例，有17个人死亡。台湾各地头发生群聚感染事件，其中苗栗的警官店主移工宿舍群聚感染，目前已经有45个人确诊啦。有大型的货柜轮去弄到阳明海运的货轮甲天桥，造成货柜损害，3个人受伤，好佳在是无生命危险。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武汉肺炎疫情今仔日是增加2个境外病例，364个本土病例。也来讲到到正回归的部分有219例，也有17个人来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最近疫情搁再举起来了，这毋是一个好的现象，特别是少年人染病人数也增加。也呼吁民众讲，后礼拜就是5日节啊，若准无必要，就毋通回到故乡，减少染病风险。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伫传，礼拜四、初3新增加364个本土个案，另外还有9前回归本土个案219例，综合所有的新增加本土个案583例。以新北市265例上济，国内是台北市224例，苗栗34例，桃园市30例，彰化县15例，台中市5例，嘉南市4例，台南市2例，新竹市、花莲县、宜兰县甲高雄市各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苗栗出现移工群聚，疫情好亲像出现新的高峰，这不是好的迹象。主要是一个移工，这样移工的一个群聚。那今天在苗栗这边也大规模先针对这家公司里面的员工，大概7000多位，那展开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筛检。另外，也新增加17个死亡病例，其中1个按4262是40多岁女性，无慢性病史。5月13破病，当时采检 PCR 是阴性，不过镜头也是持续。8天后再一次采检，才阳性确诊，不过真不幸，断院6天也是救无回来。一次的阴性，也许并不代表真正的阴性。那如果还是症状持续的话，那也可以继续出来接受检验，继续接受筛检哦。那希望早一点确诊，那早一点做后面的适当的分流的安排。因为后礼拜都是5日节，陈时中也呼吁民众无必要就莫回乡，尽量莫做长距离的移动也加群聚，而且5日节连假的双铁这的公共运输量会降到剩2成。希望大家能够没有必要就不要返乡，不要做长距离的移动。那我们也跟交通部也请交通部把这个由于在端午节那个连假期间能够把公共运输的量，长程的公共运输的量，能够把它维持在2成。陈时中提醒，最近发现少年人染病的比例增加，新增加个案当中，20岁至30岁染病的比例，为原来19.9%升悬到25.2%。可能是少年人看到前2天疫情有较缓和落来，移动群聚较济，防疫放松才会造成这种现象。所以再一次呼吁民众，也是减少出门，过来洗手、挂嘴安，共同把疫情控制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苗栗竹南的警官店主发生移工群聚感染事件，政府摊开趋势啊，目前已经有45个人确诊。苗栗县政府表示，目前也是找无感染源，今仔日也有甲7300名员工叫回来采检，不过因规定拢坐游览车来，甚至无保持社交距离。移工的活动行踪是真歹掌控，当地居民也烦恼讲疫情会憋开。游览车甲员工再去警员店主厂区要分配做采检。不过，详细看入去的员工并无保持社交距离，外口咧等的员工嘛坐了真晏。民众认为讲，安尼等于是另外一种的群聚。民众看就是真惊，烦恼疫情会袂收煞。苗栗警员电子厂的移工群聚传播链持续伫炭烧。竹南店长甲民众伫门口抗议工厂这边管控了无周至。因那里长是烦恼甲挂2下的喙暗，还佫味大，批评管府甲工厂这边反应拢伤过混沌。我烦恼我真来大爆发，因为他们外劳在我们村庄走动的频率啊，天天的每天在那边走啊。苗栗县初3新增加34个确诊的个案，其中32个拢是警员店主的员工。县府为初2下晡设置快筛站，到初3 11点，已经甲368个人做快筛，阳性率是2.2%。刷落来会甲全公司的员工做采检。
苗栗县卫生局表示，目前疫调要持续伫进行，因若感染源要不明，当地调查。我们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9个足迹的调查跟比对哈，那主要呢是在它的中华厂定为是我们的一个热区，那其他的部分呢都是零星的案例。苗栗县卫生局统计，警员电子群组的传播链，确诊的个案累计已经有45例，目前拢由专职病房做治疗。官府要求工厂这边都要加强对医院的管理，除了管制行踪，还佫有做工课甲大小的分流。因若采检的所在，嘛要求爱加强路线的管制，避免脱烧了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厦门迄边最近有通报台湾，讲有2个台湾旅客伫咧机场检出确诊，其中一位姓陈的旅客有摕核酸检测阳性的报告，航空公司竟然阁予伊坐无人机。入面航空也讲这是地勤人员的失误，干那看到旅客有写健康声明书，无看核酸检测报告。指挥中心也表示讲，这个旅客应该是趁着也别甲伊列车追踪进前逃走出国，加上地勤人员无详细检查，才会予伊上飞人机。本土疫情当日退烧，边境管控应该搁较严格。不过最近所有民众 PCR 的报告是阳性，航空公司却予伊上飞机。指挥中心表示，事件发生伫5月31日，丽阳航空直接为松山飞厦门，密切511的航班，一个姓陈的旅客check in的时阵，摕 PCR 检验报告，电管其实已经写讲是阳性，不过负责查验的地勤人员却无检查，干那看健康声明书，和确诊的患者上飞行机。第一次的时候，他在万华的专案是阴性，我们的研判他是因为要出国，要有再去做一次的自费采检，被判定为这个阳性的确诊者。那这个时间差的关系，他前往机场，航空公司的柜台只检视了他的健康声明。那因为他健康声明上面都是勾无症状。这个航班有154个旅客，厦门机场毋能验出姓陈的旅客是阳性反应，港班机另外一个旅客嘛是阳性，当中2个人确诊。丽阳航空嘛发声明告讲，新任地勤人员因为旅客登记的资料真多，查验的时阵有疏失，强调公司会配合主管机关调查，而且追究责任，嘛会持续加强第一线的员工相关作业的宣导，佮有教育。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整个流程会变得比较繁琐。道理来说，就是如果他有提供阳性报告，我们当然不太可能放行。那如果我们放行，就代表我们不知道他有提供。他的报告是阳性的，这个客人近距离接触嘛，在服务送餐的时候啦，病菌看不到，这个当然就是会有风险。民航局嘛提出3点回应，要求丽阳航空马上提出检讨报告，嘛要求所有的航空公司伫旅客登机进前，要详细照目的地国家的要求，检查相关的文件。另外，这个旅客是毋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佮有居家检疫规定的部分，而且卫生单位调查处理。不过有空服员认为，松山机场使用人面辨识系统，最近因为疫情变严重，就予旅客自主选择。不过，若使用人面辨识登机系统，无专人伫边仔查验，有可能会成为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政人上界关心的，就是疫苗当时会到台湾。今麦要甲观众朋友插播一个上新的消息，就是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宣布讲要提供疫苗给台湾。日本放送协会 NHK 今日来报道讲，官方明仔载决定讲要提供120万剂 AZ 疫苗给咱台湾。日本的产经搁在报道讲，大约有124万剂的疫苗，明仔载就会送到台湾咯。讲到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初二伫咧 COVAX 疫苗高峰会顶头表示，会捐3000万剂疫苗给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另外，美国也宣布讲要捐8000万剂疫苗，但台湾当时才当摕到咧。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讲，上紧初3，总统拜登就会公布计划内容啊。台湾目前急需要疫苗，进前传出日本要提供 AZ 疫苗给台湾。日本首相菅义伟初二伫 COVAX 疫苗高峰会上，除了宣布要追加捐出8亿美金给 COVAX， 更承诺要捐出3000万剂给其他国家甲地区，其中就包含台湾。Japan intends to provide around 30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manufactured in Japan, including through the COVAX facility,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日本媒体每日新闻指出，政府偏向无经过 COVAX 直接提供台湾疫苗。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初三伫国会证实，及时提供疫苗予台湾是紧急的代志，当积极伫协调，希望讲6月中会当顺利供货。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坂本民夫接受访问的时阵讲，伫日本民意的支持下，中国压力毋是问题。基本上90%以上都是赞成的，而且要快这个送到台湾去。我觉得这个是对日本的最大的一个政策决定的一个方向了。那是日本，美国原来宣布要捐出8000万吨的疫苗，到底安怎分配？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上紧美国时间伫初三，总统拜登都会宣布。We will be announcing the process by which we'll distribute those vaccines, what the criteria are, how we will do it. We'll work in coordination with COVAX, and we will distribute vaccines without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those receiving them. 布林肯强调，捐赠疫苗无任何的附加政治条件。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四岁后是发布声明表示，虽然讲所有盟友甲友伴拢应该列入美国优先发送新冠疫苗名单，台湾应该被特别考虑。直接讲，台湾面临特殊的政治障碍，需要美国斗相共。助理代表萧美琴伫 Twitter 感谢四岁后支持台湾得到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欠疫苗，外界也一直咧批评政府无对策。指挥官陈时中今表示，无论是已经拍契约，想要买搁较济，或者是继续含其他疫苗抢季节，拢一直无放弃。不过现实环境看起来是有困难。另外，疫苗抢出货也无公开稳定，连6月底敢有200万吨疫苗送到位，陈时中也无来公明。副公署想要关招生疫苗来协助解决国内疫情，甲美国完厂联络了后，因是讲政府应甲招生公司来接条线。不过政府讲招生即马敢若供货好 COVAX 全球疫苗平台。招生公司跟这个我们台湾的主管官署其实已经有对接的窗口，是有一丝曙光的对于国家的单位，他们在目前也是暂时的，请大家都透过 COVAX 的平台去争取。但市长再度表示，即马只有1年基金会提供的文件较完整，不过佫欠授权书。伊嘛中心为什么一定爱授权书原因？可能有讲到授权书好像讲得很严重，没有，我们就是要一个原厂开出来的，就是说它会供货嘛。你总是有东西，那我们才有办法来谈进口。但市长嘛表明，政府无来放弃任何会当买到疫苗的机会。现在事实上是买不到我几乎敢这样子讲了增购也好或是在很多的一些谈判，我们都持续在进行我们不放弃任何的一个机会。但事实上，从现实的环境看起来是有它的一个相当的困难供货事实上是不稳定的。所以他也讲说，那200万呢，是我们一个期待的一个值，而且是在供货的时程的里面。6月底进行是咪确定会当有200万剂疫苗来到台湾，但市长是讲真保守。另外，国产疫苗部分有啥是质疑？政府伫药厂改忙进程都来签约。另外，生物科技伫一场座谈会面顶表示，这只不过是一个听紧的概念，也是改忙失败，这契约都无法度执行，药厂会先受到真大的损失。连阿嘛透露因的弊案。我们有这个变种病毒的这个疫苗也在开发嘛，那也会有新一代。我们目前测试效果实际上比第一代还更好。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玲希嘛，伫讲一场座谈会建议，国产疫苗也是取得 EUA 紧急使用授权，嘛应该继续来做第3期临床试验，这对着提升国际竞争力，个未来发展拢将有帮助。记者张志阳、林志坚台北报道。行政议会在去通过纾困4点控特别预算案，这回有730万人次会受到抵应，内容也包含着企业纾困、囡仔家庭防疫补贴等等，总预算有2600亿。上紧伫咧初4开始就人领到现金啊！另外，家己做生意投保金额超过24000块的民众，也有1万块补助。国内还在疫情中，国际的疫情依然险峻。行政院决定，对于民众和产业受到的冲击，启动纾困
4.0。纾困4.0特别预算案今仔日通过，总规模有2600亿。由行政院长苏贞昌带头条开记者会，经济部、劳动部等部会首长亲身报告。因为这波疫情是来了真凶狂，行政院扩大补助的范围，劳工的部分针对家己冇膝头的，或者是无固定头家的劳工，以投保的薪水24000块为标准。若超过补助1万，无超过补助3万，而且有排付条款。申请的方式有2种，那去年有申请过，测试钱就会入口做。大概会有100万劳工你不用来申请，我们就是按照你去年提供的资料，我们来核拨。除了劳工、个人纾困的对象，还佫包括孩童家庭防疫补贴，1人1万；中介收入户3个月4500，农民1人1万；假类会员的渔民3万块；个人艺文工作者、客停车、游览车的运将、导游甲领队3个月3万。也若视障的掠零师傅，3个月有4万5，发放的人数是730万人。目前发放的时程分3阶段，6月初4先发放已经有资料而且合格的个人，初7启动事业纾困线顶申请，15发放孩童家庭防疫补贴，也有受理劳工的纾困贷款。劳工纾困贷款的部分呢，我们还再提供50万个名额总共500亿的额度来加惠这个劳工贷款另外一个中小企业的纾困贷款也会加码1200亿的额度所以这总共在这一波里面呢，等于额外增加在8000亿的额度。受到疫情冲击的企业，亲像餐饮业、娱乐休闲业等等，政府嘛有推出方案，营业额减50%以上的企业会提供1届的营运补贴，金额是以员工的人数，一个人补贴4万块。若是从下令停业，付的薪水无甲基本工资的，会以员工的人数，一个人补贴1万。也若补贴员工薪水的部分，是会发予因1届的补贴，金额是3万块，而且嘛要求企业袂当家己改善或者是收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的中和有一间印刷厂发生群聚感染事件，有8位移工确诊。市长侯友宜也呼吁业者着爱有防疫责任，若准无要处理，就要来甲因处罚。另外，新北市针对着最近这3天确诊者的资料当中，发现因大部分拢是家庭内面互相喂来喂去，这寡人数就占了4成。市长也呼吁民众这2礼拜内就莫去探亲，也莫聚会，拢会当的时阵用时薪来代替。铁门关案，新北市中和印刷厂出现规定感染着有8个移工确诊，互人讲原本应该停工快筛的其他49个移工，无完全完成采检的天数，搁登去宿舍规定揽做伙。新北市劳工局表示，已经请雇主赶紧安排移工体检，结果49个人是阴性。确诊者也移送检疫所治疗，毋过惊移工宿舍变做防疫的牢房。新北市长侯友宜再一次提醒雇主要有防疫的责任，无才会罚钱。但是雇主如果没有妥善安排移工居家隔离，就护法就可以罚6万到30万以下的罚款，而且把它废止。新北市本土疫情持续严重，初三新增加265例。新北市针对最近3天确诊，好亲像感染源600外笔资讯当中发现，亲人上侪达到40%。市长侯友宜特别要求，虽然2礼拜唔通探亲食饭，用时薪代替就好。所以这2个星期里面，又逢过节。视讯代替面对面的问候，迄民生物资的店，无需要开，咱就卖开。即马新北市总确诊人数突破4200人，因应市民快筛需求，初三启动板桥大型体检疫苗注射站，逐工会提供600人来进行体检。侯友宜表示，这原来是回应专家的建议，呼吁28个严重地区的里民主动出来体检。所以广筛才可以把隐性的阳性确诊者找到。进前双和病院发现确诊者太上护理师，后来佫传出这个患者持续态度无好。侯友宜表示，对这种的个案，伊要求警方除了平常时甲病院保持联络，若是有状况，就以快打部队的方式立刻前往排除，确保第一线医护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224个本土病例。市长侯友宜表示，疫情伫3级警戒有压落来，毋过无完全消灭。伊也讲到有43%的人是家庭感染。新的政策是甲确诊者送去防疫旅馆，也呼吁民众伫厝内面毋通做伙食饭。台北市针对着做美容、做头毛的店家，虽然无要求因爱停业，毋过也要求业者就要进行人数管制。疫情有被压制。但是它并没有被扑灭掉，所以是一个就属于叫闷烧型的。
台北市第3级管制之下，上新的一天确诊人数冲到224例，指数予新北市。市长袁提表示，为数据来看，感染已经扩到各社区，针对小型群组，爱用机动快筛队赶紧消灭。台北市超过2000人染疫，其中有1221例来自450人的家庭，家户感染率43%。为防堵这空胖，袁提爱大家伫厝内底唔通斗阵食饭。对那些年轻人，我知道其实他们的死亡率很低的，特别是50岁以下的。可是为什么把你放在防疫旅馆？防止你去感染别人，第一点。那对那些年纪大的，为什么要给他放在防疫旅馆？防止你在家里变坏的时候来不及把你送医。专家学者建议台北市公开找出确诊者，按过关台医院以疫区快筛为主，因为快筛阳性，PCR 核酸检测阳性率超过80%，应尽紧找出确诊者。另外，桃园县美中美发检，按过台北市无对咧做，各定出每回做。临近消毒，实施有约制等，数字自主遵守文化。预约制让那个空间里面存在人越少越好。但你说有没有什么稽查制度？坦白讲我们警察也不是没有其他事情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要诉诸整个国民的大家尽量去遵守。也针对98间老人安养护机构、2间长照机构，3900名工作人员注册，各自疫苗。预计是在明天开始开打。那今天盘整完造册已经全部完成之后，已经从今天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正在施打。管体指出，台北市若每10万人有400人确诊，透过3级管制会守住疫情，若升级4级，硬封城会重创经济。学者建议先互放假一区做疫苗，不过疫情已经拓开，若即摆要做也使，只是以疫苗挡疫情效果无大，基本上医院会锁定疫区成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港第2港口，今早起11点半左右，一架东方海外的货柜船去弄到一架阳明海运的货轮，甲码头边的起吊机，也就是天车，连带影响到几60个货柜，也有的是连落来，损失尚无有上亿。高雄港务公司表示，这个事故原因也正在调查。弄来啊！货柜船先测到停伫码头的货轮船首，甩去驾驶舱，搁弄到码头的旧式吊车 GC8，吊车倒入去，搁底下另外一个吊车 GC6加几啊10个货柜，意外发生伫车山中道。高雄70号码头的工作人员向向逃走，都惊互货柜拱掉。东方海外公司的一艘德班轮，它要进港作业的时候，那由于不明原因稍微有偏航的状态，那我们的航管中心在 VTS 系统里面有看到这样的状态之后，有进行相关的提醒动作，但是还是那个船方还是反应不及。受损的英明轮甲2台吊车是阳明海运甲旗下公司的，干那吊车2台都爱新台票6亿，其他损失要伫调查。事故也造成 GC8 吊车驾驶手骨轻伤，也有2名维修员受困伫 GC6吊车顶悬。消防人员到场用冰干吊车，将2人救到地面，好加载无什么要紧。你也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先操作。我们准备要下。还好了啊，报个平安就好了。 当丰德班轮为第2港口进港了后，原本要停伫66号码头，想要到伫70号码头发生意外，70号码头也暂停装卸作业，由港务公司协调其他货柜场，则被影响准时使用甲进出口货柜运输。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家人今仔日是增加4个本土病例，也因为今仔日有一个病例是中照机构居民登记伫咧西药子，市长林右昌也唔敢大意，要求西药子的诊所甲中照机构等等，拢要加强防疫，避免发生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家人车衫增加4个本土的个案，比前2天有较降低。其中按何943事是70多岁的女性，住伫养护中心，嘛是西药子的患者。即马双北的长照甲养护机构爆出大规模的群聚感染。家人市长林右昌整合西药子的诊所、护理之家甲养护之家，提出加强版的管理规则，要量早设一道防线。其实是3位一体，不能去做切割的一个防疫的一个处理。好，因为通常 有洗肾病史的这些人呢，通常年纪比较长，他很多是住在这个护理之家，好，住在机构里面。那有许多
可能是在养护中心。初三新增加的个案内底，案号9936是50多岁女性，因为身体无爽快，因兜的人联络119了后送病院确诊，伊的状况无啥稳定，因为家属留的电话是假，所以联络袂到，呼吁家属都要主动通报做体检。因那家人的小姑娘小食部、快乐城小食部、成功市场、甲果菜市场4个专案，因为所有的专案确诊者拢有限制伫个家庭居住的范围内底，并无摊开。林佑昌宣布结案。成功市场初4开始会当正常营业，市府嘛已经准备好注疫苗的计划，按算30天以内会当甲有符合资格的市民全部拢做好了。我们可以把施打的能量从1天1000提升到1天3000，可以提升到1天1万人。快打的一个计划就是1天1万人，30天打完。家人加强管控传统市场，台湾北部上大鱼市场坎仔顶。虽然疫情爆发了后，人丁减真济，不过也是有袂少人去遐踅。林佑昌表示，目前加强管理，人丁都爱分流，而且爱降价。会进一步建议画出区隔线的距离。另外，林佑昌也强调讲，家人确诊的个案有65%拢是家庭的群聚，也公布家庭防疫7大准则。若回到厝，就会记先做消毒，赶紧洗粪丝。伫咧厝里会当挂喙罨，就尽量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中部的新消息。伫咧台中初3是增加5个确诊病例，也出现头一个死亡个案。往生者是北屯的家庭团保连当中头一位确诊者的翁婿。讲到中华部分是增加15例，也有2个人死亡。其中拍麻将的排卡团保连阁增加5个。这个彰化县的卫生局也要求讲，若增加确诊者拍过麻将的人，拢爱赶紧去做体检，因为目前确诊率是100%。国军化学兵在台中大坑里大规模清扫，面体甲巷仔拢消毒掉。台中初3新增加5例确诊，其中北屯家庭群聚团保连阁增加1例。到即马已经有21例，进前一名78岁确诊者伫初2急救无效，加做台中市死亡的第1例。北屯大坑里家族群聚事件里面，第一个发病的阿嬷的先生他的家属全家都在居家隔离当中，没有办法亲自治丧。确诊者遗体医患爱伫24小时内火化，市府赶紧启动急援救助。因为北屯家族团保连是目前台中上大的团保连，市府继续封堵甲清消。伫彰化也增加15例，除了感染源爱阁调查有9例，最高上团保连阁增加1个人。不过目前上大的问题也是拍麻将团保连。清洁队人员咧做大消毒，彰化县府表示，麻雀团保连初3就增加5例，已经有16人，其中包含1名鼻头乡民代表。县府也发布体检动员令，因为只要甲确诊者拍过牌，感染率是100%。同桌的感染率是100%，这20名假如全部确诊，那每一个又传到他的家庭或职场，至少平均是有4例以上。如果真的是这么大的一个传染力的话，它未来最大的可能性是会有增加80名的案例。也鉴别表示，这团保连可能会拖到职场甲家庭有摊开的可能。另外，2例死亡个案是歌唱班团保连，县府全力封堵疫情摊开。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伫顶个月底启动中照机构的工作人员，拢爱全面做快筛。某一间大楼有9间的中照机构伫内面，经过快筛有8间的员工出现阳性，不过因的核酸检测全部拢是阴性的。高雄伫今仔日有一个确诊病例，是伫咧居家隔离期间来发病。伫咧台南也有2例是白河泡茶群聚感染案传出去的。穿隔离衫的工作人员伫游览车顶悬咧指挥，边仔还个人坐伫大楼前咧等。这栋伫高雄和平路顶悬内底有9间自属型的长照机构，市府顶个月底针对长照机构工作人员全面快筛，9间有8间拢提出阳性，好加在PCR检测全部阴性。在快筛阳性的个案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以这个疑似个案来处理。那疑似个案的处理状况在移动过程当中，当然个人防护装备是最重要的。市府统计到初日为止，长照机构快筛2985人，虽然有阳性反应，不过PCR检测拢是阴性，爱市民放心。不过初3这一天，高雄也是增加1件本土病例。
高雄市有1例的本土个案，那它是属于之前的一个家庭内的群聚感染被隔离的对象所以这个在隔离几天之后发病。这确诊病例是国家隔离当中发病，无行踪因公布。另外，台南有2例是北河泡地群组感染的延伸，这摆确诊是初期确诊病例孙仔甲厝边。这个传播链到目前为止所匡列的人，目前为止都已经裁剪完了。除了这几个我们公布的病例之外，其他的都是阴性。所以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市府表示，确诊的孙仔因有透露，一个科列30几人，进前所科列对象，扣除前一天确诊的2例是因为温床无被发现以外，其他采检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全球疫情做回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疫苗行动计划，提出真济办法，鼓励美国民众赶紧去做疫苗。只要达到拜登政府7成大人做过疫苗目标，政府就会请全美国满21岁人免费淋秘鲁。英国部分也宣布讲，已经有3/4的大人做过头1针疫苗变种病毒的疫苗也当咧开始研究了。这个趨勢是美國國慶。因為已經有至少62.8%美國人做過第1檔新冠預防針，讓美國疫情有較穩定。美國總統拜登也宣布一項叫做行動嘅計劃，若是伫咧這個趨勢達到70%嘅成年人攏做過目標，就請全國嘅成年人淋秘魯。Major League Baseball will be offering free tickets to people who get vaccinated at the ballpark. And to top it off, Anheuser-Busch announced that beer is on them on July the 4th. That's right, get a shot and have a beer. Free beer for everyone 21 years or over to celebrate the independence from the virus. 因為美國已經有差不多1億3千萬人做過一檔預防針，和疫情注射率總有較慢，自每一天80班降到60班。這項行動嘅計劃就是希望透過各種激勵嘅措施，包括100萬嘅樂透。送球賽門票，再一邊擴大做預防針的範圍，盡量達到群體免疫。另外，喺英國已經有超過3950萬的成年人做過一檔預防針，佔總人口超過75%。As of midnight last night, I can confirm that we now have given a first dose of vaccine to 3/4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at we've started commercial negotiations with AstraZeneca to secure a variant vaccine, future supplies of the Oxford AstraZeneca vaccine that have been adapted to tackle the B1351 variant first identified in South Africa. 英國同時有超過2600萬人已經做過2檔預防針，目前正在忙放任防疫限制。崔熱也是最近10個月以來第一遍通報死亡病例數是0。也和月底解除防疫限制可能性愈來愈懸。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譯。在咧巴西，因為疫情死亡人數已經超過46萬人，真濟民眾認為講，攏是總統波索納羅處理疫情無撇步，因佇初二暗時佇咧大城市內面弄鼎弄蚵製造噪音，來表達抗議，因就是愛總統落台。電視頂當日播放巴西總統波索納羅的記者會，不過市區的街路頂，民眾卡湯盤當頂的聲音四界攏聽到。受到疫情影響，巴西佇新冠疫情當中死亡人數超過46萬人。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剛這個月初二，巴西就新增加將近10萬人感染，也有超過2500人死亡。雖然波索納羅承諾民眾會當馬上得到疫苗，不過巴西國民卻是無佇信道，用噪音抗議的方式要求伊落台。Sinto profundamente cada vida perdida em nosso país. Hoje alcançamos a marca de 100 milhões de doses de vacinas distribuídas a estados e municípios. O Brasil é o 4º país que mais vacina no planeta. Neste ano, todos os brasileiros que assim o desejarem serão vacinados. 波索納羅表示，在提供疫苗方面，巴西 Fiocruz 基金會進前已經甲阿斯特捷利康藥廠簽訂轉讓疫苗藥物活性成分生產技術的合約，一定今年差不多10月就當生產第一批巴西家己製造的疫苗。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譯。
6月7日是天安門事件32周年，也是香港國安法施行以來頭一個歷史事件紀念日。香港政府也用疫情做理由，打壓民主派禁止因舉辦紀念活動。那安尼4念歷史紀念館也予香港政府刁難，講因無營業執照，害因就要暫時關店。簡稱港支聯，也是支聯會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主要幹部，佇因天安門民主女神像的相片頭前獻花默哀。邊仔另外一堵牆是1990年以來，當年佇維多利亞腳球場舉辦歷史紀念暗會相片。2021年的所在是規個攏烏色的，這原來代表着香港政府做北京的拍手來打壓着民主運動，互香港的前途會當講規個攏烏暗。那歷史暗會被迫停辦，這間小小的歷史紀念館，香港政府的食物環境衛生署也伫舉行小規模紀念會的6月7日這天，以紀念館無領公眾娛樂場所的牌照為理由，認定紀念館違反着相關法令。港支聯幹部認為，為了保護成員市民的安全，紀念館會暫時關起來。不過紀念歷史會因為安尼都來法庭。Even though,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in this year to have a large-scale gathering to mourn June 4th, but still individually, Hong Kong citizens can use different ways, use different time, different location, to continue to mourn June 4th. 港支聯是由真濟香港民主派團體甲政黨組合成的，由各團體領袖用集體領導的方式來推動工作。因為主席李道仁這重要高層，佇香港版的國安法推出了後，先後被逮捕，包括着蔡耀昌、麥海華這幾位副主席，隨時因攏有防抓去的心理準備。另外，因也甲律師來詢問過法律意見。作為來推動港支聯工作，和紀念歷史的活動繼續定緊。公司新聞徐家人編譯。今仔日的 AM 新聞，由按替咱觀眾朋友整理今仔日各縣市本土病例數量。今仔日新增加364例本土病例，校正回歸的有219例，死亡有17個人死亡。增加的本土病例當中，新北市有265例，台北市有224例，表列縣34例，桃園30例，彰化縣15例，台中5例，基隆4例，台南2例。新竹市、花蓮縣、宜蘭縣、高雄市攏是1例。咱台灣目前已經有9974例咯，本土病例部分有8778人來感染。講到台北市聯合病院攏有受武漢肺炎的確診者，正是傳出講中校院區有急診的醫生來驗病，病院表示講相關的接觸者也攏有採檢，結果攏是陰性的。另外，國泰病院也有一位急診的醫生來確診，懷疑講是可能是甲病人插管的時陣去互畫到的。那講到病院群聚感染的情形，佇淡水的馬偕病院也有發生，一層樓的病房內面有13個人確診，病院表示講已經有管制無攤開情形。國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一直加懸，嘛互第一線醫護人員佇治療患者的時陣，都要冒着防畫到的風險。最近台北市立聯合病院中校院區傳出有急診的醫師 PCR 核酸檢測確診，不過院方甲中關所暗崁這件代誌，一直無公布相關的信息，互袂少基層的人員是真煩惱。院內一直針對高風險的單位的同仁進行 PCR 定期持續的一個篩檢。那日前發現有一位同仁 PCR 陽性確診，當日即完成依據他的接觸密集度完成第1圈及第2圈的圈列以及採檢。目前所有同仁都是呈現陰性。除了台北市聯合病院、國泰病院嘛證實，一個急診的醫師經過 PCR 採檢是陽性確診，一條推測是5月29替病人急救插管的時陣去畫到的。另外，淡水馬偕病院頂一日傳出有4個患者確診了後，院方閣一概證實，院內有13個人採檢的結果是陽性，16個患者、4個陪病的人，抑閣有3個護理師，其中6個患者已經轉去防疫隔離病房，也若4個無症狀陪病的人甲3個護理師是攏安排去集中檢疫所。風險越來越高，那感染機會就相對性會上升。儘管你很多的保護措施都做到了，不經意的一些行為模式，都還是有會感染的風險啦。司法單位嘛，小連續傳出有人員去畫着病。士林地方法院有一個法警，5月底感覺身體無爽快，6月7日去病院做體檢，7日甲同事做伙介護家己到案的通緝犯去開庭，尾仔嘛就互通知確診。法官是處分是限制住居，就大庭釋放。
那释放之后，我们得知这个法警同仁有确诊，我们在昨天晚上也有透过管道、透过电话这边告诉这位被告，请被告这边特别注意。国防医学院嘛证实，因内底研究所一个自费硕士班的学生，顶日在厝林线顶上课的期间，确诊新冠肺炎。不过知影伊5月26的时阵，捌去学校交论文。防科类的密切接触者，经过快速体检甲 PCR 核酸检测，目前拢是阴性，而且已经有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果菜批发市场有民众去甲因检举讲因的番仔拢无挂嘴暗，甚至过食薰开讲。果菜市场也回应讲，欢迎民众翕相检举，会交予卫生局处罚。若准情形有较严重者，也会取消因的拍卖资格。喙暗摕落来食薰，抑个果菜商也是无挂好喙暗，抑个斗阵开讲。这是新北果菜批发市场内底捌出现的情形。民进党团接到陈情，批评各县市空管市场人流，甚至暂停营运。新北市无对咧做，可能加做防疫抗胖。新北市果菜批发市场菜可能交给零售商，也可能交给餐厅。如果它变成了防疫破口，那之后对整个新北市的防疫影响会非常的大。看到没有把口罩戴好戴满的民众，可以先拍照向我们公司举发，我们和农业局、警察局和卫生局一定会做好严格的把关。不止新北市果菜商无被挂嘴暗，剩50个人5月底伫台北市中山北路金州街口看到一个工人唔通摕了嘴暗食薰，却互对方拍，互伊骹手受伤，佮疑似脑震荡，报警提告。如果请对方不要喷烟，也是常常被辱骂或是攻击。你不要妨碍到别人，自由以不妨碍别人自由为原则。桃园龙潭有一个老先生，酒后无被挂嘴暗，听到粪扫车的声音，就行出来要拼粪扫。清洁人员看到伊翻倒转来骂人，警方到场处理了后，将伊移送卫生局裁罚，搁食妨害名誉、妨害公务的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台湾正欠疫苗，和美国比起来，因注射率已经超过50成，而且因所用的疫苗拢是国际认证。因若唔开放时，美国籍的民众用护照就会当伫当地一寡机场甲大卖场就会当注到疫苗吧。国内旅行业的业者表示，5月飞美国的飞机机票是卖甲真好，甚至有的机房是拢客满的。不过去到美国的目的，有可能是开学做生意，敢有人是去注疫苗呢？业者是无来讲明。即阵全台湾大约50万人做过有风射，注射率差不多2%，甲非洲差不多，伫咧全球算排尾段。那美国是已经注超过50%，而且当地开放毋是美国籍的民众摕护照，会当伫咧机场、卖场来注。最近中央航空是搁加开直飞美国的航班，自本一礼拜飞3班，即马飞7班。到美国的这个机票的开票量的需求，5月份相较于4月份是成长73%。就我们所了解的航空公司，在5月份的搭载率大约在50%左右，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的时候，搭载率都已经达到100%。旅行社表示，疫情开始断了后，台湾直飞美国的旅游票较无销，大部分拢是商务客。即马毋拿6月底进前的票拢无啊，票价也变贵。商务舱一张往回无20万台票卖起来。在旅行社端可能帮客人订票，但是客人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去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变成客人自己的状况。那看桃园机场5月到6月出入境的资料，5月下旬出境的人确实有小可增加，尤其5月21、28出境的人拢超过2000，6月初2甚至超过2500人，甲本土疫情爆发之前，逐天出境的人次1500人以下比起来明显增加。那台湾伫咧去年3月中旬，就禁止旅行社做观光团，也禁止因有医疗目的来招人客，准若违规会去罚款3万到15万，甚至吊销执照。记者洪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行政院通过教育部纾困4点控特别预算，其中囡仔的家庭防疫补贴，6岁以下一个人会当领到1万块补助。甲户前准备家己的金融卡和囡仔的健保卡，就会当领，而且是对6月15才开始领哦。
疫情杀击境界，学校停课，不少父母请假伫厝内底照顾囡仔，为减轻负担。6月15开始，国小以下囡仔各中、高中、五专前3年新中生，有监护人准备家己的金融卡、甲囡仔健保卡，免证明延到行政院囡仔家庭福利补贴网，甲实体 ATM 领钱，每一个囡仔1万块。如果家里有2个小朋友的，你要记得带2张小孩的健保卡哦，因为是一卡一人啊。教育部说明，家庭福利补贴无排除条款，只要监护人就用领钱，啊，毋过监护人信用破产、无金融考照，或者是育幼院的囡仔，爱由什么人来领咧？这些小朋友，他是由别的这些包含可能是园等等挂名来做照顾小孩的话，那他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现在 ATM 或者是线上来领取，那我们后面会有一些实体的协助作业。透过学校或者是其他方式实体协助，教育部会去公布做法。所有甲准公幼、家己设厨房甲团膳业者，补习班由游学服务业甲运动事业人员，只要符合纾困资格，用线顶申请，补贴员工薪水甲营运成本。5月到7月之间，每一个员工上悬应补助4万块。其中有一个条件资格，就是他得要正常支付教职员工全额薪资。这一次对于员工的薪资认定上都是以本国的全职员工所以不会包括那个用时薪或是临时的聘雇人员。那大学生本人或者是家庭成员，5月到7月经济受疫情影响，教育部比照去年提供紧急助学金甲每个月1200到1800租金补贴，透过学校学习发放，除了家庭福利补贴，其他补贴拢会6月初4开始申请。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纾困4点0特别预算也有农业的纾困措施。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符合资格的农渔民会当摕到1万到3万补贴，嘛有提供40万的农业纾困贷款。而且农委会也已经建立物流调度平台，菜色、果子、海产都会当送出去，希望做回来度过这届难关。行政院的纾困4点0特别预算通过，农委会表示，这摆农委会编列到196亿。其中的174亿伫排付了后，会用来做农渔民的生活补贴经费。有符合资格的农民，每一个人会使得到1万块。渔民爱看投保薪资，上悬会使领3万块。陈吉仲强调，上紧明仔载补贴到的8日口罩，莫着急起农会路坡啊，避免捐助风险。到底是3款的农民会使领，第一要农保资格，我们还有2个部分的农民也可以领，也就是说去年有来申请而且通过的实际耕作者，以及我们跟农粮政策对接的所有的这些农民，你只要投保薪资2万4以下的，你就领3万块；你超过这个2万4的投保金额的，你就领1万块。陈吉仲讲，这摆嘛有提供农业纾困贷款，去年有申请农家综合贷款的人，嘛会使过来申请。伫现款的部分，嘛有暂时免息的措施，希望互民众会使度过这摆汹汹来的疫情难关。你只要去年有申请农家的综合贷款，不受一次的限制，今年也可以来申请。所以我们的农家的综合贷款40万，是可以让各位持续的来申请。销售的数路是袂去学校做学校营养午餐啊，常常是咪学校停课，做迄线的供应的菜量常常怎啊缩起来，啊，毋过家庭菜买的部分就增加。按常常无就转过来这边啊。农民表示，有纾困是真好，也毋过即摆疫情的影响，运送的时阵拄到一寡困难。陈吉仲讲，有建立农产品的物流调度平台，结合邮局、民间货运业等等单位，若是农渔民有需要，拢会使甲这个单位联络，得到帮助。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为着避免疫情对产业造成冲击，全台湾头一座科学园区的体检站，初三伫承德成立，就是希望让德科的员工甲家属通好来做体检，而且快筛核酸检测这2种拢有。中山达超过台票1.2兆的承德科学园区，面对疫情，每一间厂商拢严格控制公司人员的出入。为了加强园区防疫，初三佮成立全台湾第一座园区体检站，未来会使就近替园区从业人员做体检。怎么样保障自己、保障家人、保障公司，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所以今天有这个筛检站呢，是我们园区厂商、园区
员工的一个福音。我们有信心，也很用最大的努力，希望来守护新竹科学园区。那我们服务的对象优先是园区厂商的从业人员跟他同住的眷属。我们希望守住园区，守住台湾的经济。虽然讲比拼全国的疫情，新竹算讲较无遮严重，不过市长林志坚强调，一定要配合防疫工作，再使共度难关。守住竹科，就是守住了我们台湾还有全球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哦。那因此新竹市政府在疫情这段期间我们一点都不敢松懈我们在最短的时间5天的时间，打造了这个社区筛检站目前体检站一天会使提供80至200件的体检量，但是发现民众快筛结果是阳性，会连面进行 PCR 体检，加费用量测，收获台湾科技产业。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全台湾3级警戒学校也拢实行线顶教学，不过一寡较对袂着阵的学生，老师也烦恼讲，因敢有伫咧认真上课，除了请家长配合以外，嘛准备各种内容，省囡仔的专心。你看到它是30公分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这边的边长是多少？老师透过网络替囡仔上课，因为疫情的关系，原本大家面对面上课的日子，即马各不将用这种方式，有学生囡仔就感觉袂惯势。只能荧幕面对面，然后也不能，如果以前下课的时候还可以玩一些牌或者打球，现在都不行了。就只能透过荧幕互相聊天。无共的上课方式，为了要让学生会当专心，老师嘛爱准备无共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加强互动，可以做点名，或者是让孩子在线上可以做小组的讨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也希望老师可以在成绩评量上面可以采取比较多元而且宽松一点的一个成绩表现。有一寡学习环境也是学习情况无好的学习加成就学生，学校嘛惊因伫厝内可能阁无法度好好学习，所以甲上课的内容另外录起来，方便家长有闲的时阵会当甲囡仔做伙学习。有一些家长他是希望他在的时候呢，孩子在线上学习，那就是要透过这种预录的方式，让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一起来学习，然后跟上进度。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性。那个学生的一个自主学习，其实也是蛮重要，就是可能也是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做一个练习这样。学校表示，为了卖让学生长时间一直看荧幕，嘛有准备一寡要用电脑来做的功课，而且囡仔伫厝学习的这段时间，更加需要家长共同来配合，才要让囡仔伫荧幕头前无学习的成果，等到捌着眼网络的镜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全台湾3级警戒到今已经3礼拜了，真侪运动中心、公园拢暂时关起来。关系运动的老大人宣布所在通好去，为着要鼓励因伫咧厝里也爱运动，台北市社会局就推出居家防疫运动影片，咱做伙来看卖。慢慢的把你的手往下碰地板，好，被打之后，然后往后跳。对影片做运动，囡仔听课枫叶嘛爱按表操课，自主课程的运动袂当少。不过，唔那囡仔人爱叮当，老大人嘛袂当欠运动。台北市社会局甲个人健康进展中心来合作，设中这居家枫叶运动影片，老大人免挂出，踮厝的嘛通动筋骨。好，手轻轻的放在上面之后，身体要练习脊椎拉长。我们的训练就会从椅子上面，可能让他们练习用正确的方式坐起来，然后做一些变化动作。那甚至是让他们练习在椅子上面做骨盆的转动。社会局表示，因为3级防疫，真侪运动场所、公园、社区关怀据点拢暂停来开放，所以则请职业健身教练来翕影片，主要以基本动作、体能提升来分阶段安排。台北市立大学运动健康科系主任曾国伟表示，老大人若50岁以上，身体的筋肉量就会减少1至2%，所以运动训练筋肉是真重要的。因为肌肉力量是根本嘛，那你有足够的肌肉量，你才有可能练到心肺。那当这个心跳率能够拉上去之后，那我们才有可能增加像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要提高，那它的机会才会来得更大
曾国卫嘛指出，目前枫叶进入第3个礼拜是可见大家身心状况的时阵，才会记甲枫叶运动影片会对初时开始，独立提供一部伫网络。目前安排10集，主要用简单好学的方式，互厝内事细嘛通做伙陪伴爸爸妈妈枫叶兼运动。记者陈雅文、张学水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27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3度到32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